大家好，我係灰仔，各位街坊好啊！6月8號，琴日下晝2點半左右呢，屯門恩寶路一個簡約公屋地盤，一個33歲嘅男人就咁唔見咗。佢係姓林嘅，係呢個地盤全職工人。去年8月開始入職，每日返去呢就做一份叫做擠膠嘅工序，喺大廈外牆塗滿密封膠，填好各角嘅接縫，做防水。工序唔算複雜，但係要高空做嘢。咁下午呢，佢喺12樓外牆棚架做緊嘢嘅時候呢，然後喺大約40米高嘅地方墮下。咁40米係幾高呢？差唔多係一棟住宅13、14層樓左右啦。咁喺呢個高度自由落下呢，到達地面係唔需要3秒，喺3秒之內係冇可能自救嘅。咁工友見到呢，就即刻報警。救護員到場，佢全身多處受傷，陷入昏迷，送去屯門醫院搶救，到下午3點11分，確認傷重不治，佢走咗啦。留低嘅係一個妻子同2個細女，一個9歲，一個7歲，2個都有特殊學習需要，即係我哋平時講 SEN 嘅小朋友。太太係家庭主婦，全職喺屋企照顧2個小朋友。依家個頂梁柱就咁唔見咗。整個天好似跌咗落嚟一樣，個媽媽依家好彷徨到完全唔知點算，成個家手足無措。咁喺我哋繼續之前，停一停，諗一諗個畫面，一個33歲嘅爸爸放工永遠唔會返嚟，一個要照顧2個 SEN 嘅小朋友嘅媽媽，突然要一個人攬晒所有嘢。呢單新聞表面係一宗工業意外，但係睇落去係好多問題堆埋一齊之後壓死咗一個人嘅結果。今日我哋就逐樣講清楚。先講返件事喺邊度發生。涉事地盤係屯門54區恩寶路，係政府重點推行嘅簡約公屋項目，由承建商安保一進和聯營負責嘅，預計提供大約5620個住宅單位，今年第3、第4季分2期落成。林先生仔呢個地盤工作咗超過9個月，每日負責外牆擠膠。事發當日呢，琴日啊，佢係12樓外牆棚架做擠膠工序期間疑似失足，就從大約40米高嘅地方墮下。有幾個細節要留意嘅。第一，根據警方初步調查，佢當時係有帶安全帶、安全帽同安全鞋，樣樣都有。呢啲就係地盤工作嘅基本裝備。但係問題就喺呢度啦，警方相信呢，意外嘅原因係佢嗰個安全帶嘅安全扣扣得唔穩，以致最終保護唔到佢。第二，地盤雖然有閉路電視，但係事故發生嘅位置唔係閉路電視覆蓋到嘅地方，整個意外係完全冇影像記錄，當時現場亦冇目擊者，到底係點樣發生？好大程度係靠推斷。第三，勞工處事後呢，即時向承建商安保一進和聯營呢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地盤所有外牆工作。第四，建築署同日表示叫承建商去查清楚點解會出事，又話如果承建商有任何不當之處呢，會反映於其表現報告，有機會影響日後投標資格。呢個係官方表態，稍後我哋會返嚟講。工業傷亡權益會即係工權會啦，事後第一時間派員到醫院陪伴家屬，提供支援，同時透露咗一個令人非常難受嘅背景。林先生係太太係家庭主婦，平日要照顧2個特殊學習需要嘅女兒，壓力本身就已經非常之大。依家丈夫突然間走咗，佢唯一嘅支撐就唔見咗，心力交瘁，彷徨無助。工權會同時指出，呢件事係今年建造業第10宗嘅死亡事故。今年到6月初過咗半年，已經死咗10個人。大家要記住呢個數字。呢個新聞喺網上一出呢，即時最多嘅聲音係問點樣可以捐款，請通知捐款資料，有冇家屬直接戶口可以捐？如果家屬接受捐款，請一定通知。呢類留言貼咗成喺個堆討論，
1/3以上，而且係不斷湧現。好多人甚至希望有機構可以盡快搞公開募捐，等更多嘅人可以盡一分心意。係啦，香港人喺呢種新聞下邊第一個反應唔係講咩大道理，係想幫，直接問我可以做咩。但係其中有個留言值得留意嘅，大家捐款都要小心，好多騙徒自認家屬。呢句話係好現實嘅提醒。如果你真係想幫呢個家庭咧，最好等公權會或者其他有公信力嘅機構公布正式捐款渠道之後先行動，唔好隨便轉賬去啲唔識陌生人嘅戶口，免得心意落咗入騙徒袋中。大家都之所以咁急想幫，係因為照顧 SEN 嘅小朋友係幾咁辛苦。好多香港人都知道 SEN 呢，即係特殊學習需要，可以係讀寫障礙、ADHD、自閉症等等。每個小朋友嘅情況都唔同，但係共同點係需要額外嘅時間、心機、資源同長期支援。評估、訓練、治療特殊學校嘅配套唔係一次過嘅事，係長期持續付出，而且往往都唔平。林先生嘅太太係全職照顧2個 SEN 嘅小朋友，林先生係家中唯一嘅收入來源。依家個頂梁柱突然唔喺度，唔只係一份悲傷，係失去咗收入嘅現實，係2個仍然需要食飯、返學、接受支援，小朋友要繼續生活。漫長嘅路仲係喺後邊，對一個無助嘅媽媽嚟講，黑夜先係啱啱開始。呢個唔係理論問題，係一個好冷酷嘅現實。好啦，我依家要認真講，點解有扣安全帶，但係仍然都不行走咗呢？呢個問題喺業內人士網上解釋，就係今次討論中最有質素、最值得認真聽嘅聲音。做接膠呢類外牆工序，工人需要喺棚架上不停移動，工作幅度大，手要伸到唔同位置，安全帶係需要持續扣喺一個固定位度，或者係連接一條防墮救生繩，先有真正嘅保護作用。但係問題係，外牆棚架上工作時咧，工人好多時要頻密解開安全扣，又要扣去另一個位，因為條繩唔夠長，又或者係安全帶個固定位唔夠多，嚴重妨礙做嘢同移動。每一次解開再扣翻就係一個空檔期，係保護失效嘅幾秒。業內人士直接講，就係解開再扣翻嗰幾秒係最危險嘅時刻。更深層嘅問題係，如果地盤根本冇設置足夠嘅安全帶固定位咧，又或者棚架上根本冇提供合適嘅安全繩系統，工人即使想扣穩都冇位扣。呢個責任唔只係個別工人問題，係地盤管理層嘅責任。根據勞工處自己嘅指引咧，高空工作係必須持續保持安全帶一路扣住個固定位。呢個持續2個字非常之關鍵，唔係一陣扣一陣唔扣，係無論移動中定係唔移動都必須保持。但係咪真係有人確保地盤做到呢一點呢？喺呢個問題至今都係冇人答到。依家講最令人憤怒嗰一部分就係安保一進和聯營呢個承建商嘅背景，好多人呢個記性係好好，事件一出，網上好快就有人翻出舊賬，指出呢個承建商幾個月前先至出過一單大醜聞，就係去年8月建築署巡查小欖嘅簡約公屋地盤，發現有螺絲被人私自剪短。到10月啦，再深入查同一個承建商同其他地盤，先至發現今次出事嘅屯門恩寶路同埋柴灣都係同一個問題。佢哋檢查咗4000粒螺絲，有6% 係俾人剪短。另外檢查咗2000塊鐵板，有2成窿咧係俾人擴大咗。處長都承認被剪短嘅螺絲係連接升降機同樓梯嗰個位，係整棟樓最核心受力嘅結構。佢自己都講螺絲如果傷得唔好咧，係對結構有影響嘅。但係被問到點解要咁樣做嘅時候咧，佢嘅答案係我哋都唔知點解。件事係極之嚴重，政府認為
涉及到提供虛假陳述，唔單止只係書面警告，更加報咗警，並判罰安保工程停止投標公共工程資格整整1年。但係罰係罰佢，已經入咗手嘅合約呢係唔會受返，呢個恩寶路嘅地盤仍然都要佢做，仍然要趕住今年第3、第4季落成。停咗投標，但係工仍然要起，進度仍然要追。然後就係琴日同一個地盤多一個人走咗，呢個唔係孤立嘅意外，係一個有前科有記錄喺壓力下趕工嘅地盤再一次出人命。講到趕工，業內人士喺網上都講出咗啲內情，係今次討論中最震撼嘅部分。有熟悉呢個地盤嘅人直接留言話喺6月進場，一進場就話下個月驗消防，日日都話加班趕貨。你試想下呢個場景，一個啱啱出過螺絲醜聞，被逼做結構補救嘅工程，同時又要趕住今年落成嘅地盤，工人喺呢個2重甚至3重壓力下做嘢，係幾大精神同體力嘅負擔。仲有行內人士網上透露呢，有中間人喺地盤克扣工人工資，甚至點出咗具體地盤同人名。呢類爆料呢係無法即時核實嘅，但係呢類指控通常係出自熟悉地盤運作嘅內部人士，值得勞工處喺調查工業意外同時一併認真跟進。地盤上嘅安全教育其實都係另一個矛盾，好多業內人士都承認地盤每日開工前都有開安全工具箱會議，管理層同安全主任都會講要注重安全，高溫天氣呢要休息，呢啲唔係完全冇做嘅，甚至考取安全工作卡嘅時候係有強制學過點樣正確佩戴同運用全身式嘅安全帶嘅，唔係唔知道嘅。但係理論就歸理論，現實係另外一回事。有業內人士都解釋得好直白，地盤嘅安全要求同趕工嘅文化係長期矛盾。每當做足安全措施，時間就用多咗，進度就慢咗，而合約期係唔會因此改變。喺呢個壓力下，安全主任就算見到唔安全嘅行為，好多時都係隻眼開隻眼閉，照放人開工。因為唔係咁嘅話，就收唔到工期。有時因為趕工，啲工人照放開工，地盤幾百個人開工，安全佬邊有可能冇死角睇得晒啊？係呢句說話係業內人士自己講嘅，係佢哋親眼見過嘅現實。呢個講法呢，即隨引起咗一場爭拗。有網民就話命係自己嘅，無論地盤幾趕，高空工作都唔可以唔扣安全帶，工人自身都要有責任啊！有人甚至直接講，如果做足安全措施仍然出事，呢個叫工業意外。但係如果係冇正確太好安全帶而跌落嚟呢，呢個就係叫人為疏忽。呢種受害者有罪論呢，就好快俾行內人反駁。工人嗰個個人責任係存在，冇人否認。但係呢種講法太過孤立，淨係睇工人本人係咪做足，完全唔睇地盤有冇提供合適嘅扣安全帶嘅固定點，管理層有冇認真執行安全監督，安全設備本身係唔係合格，仲唔睇整個趕工文化係咪令到工人解開安全扣嗰一刻根本就冇足夠嘅時間。依家個案初步係安全扣扣唔穩，唔係冇扣，係有嘗試扣，只係扣得有問題。咁係咩原因令到佢扣唔穩啦？係設備問題，係缺乏合適固定點，係個別嘅操作失誤啊，定係幾個問題同時存在？呢啲都要調查搞清楚嘅問題，唔係可以靠一句工人自己唔小心就完結。係工人要負責任，但係地盤呢，承建商呢，整個監督制度呢，係咪都要負責任？而大家嘅憤怒好多都係落喺勞工處同政府嘅高官身上。勞工處行嘅地盤20分鐘都唔使就完成任務，扮翻工 hea 做樣係最叻。留言入邊對勞工處嘅描述係非常直接，有人直接點名局長話：局長你又去咗邊度做 show 啊？大家覺得
政府好似係勞工處用安全條例打壓承建商，承建商咧就層層壓落去個判頭，判頭又壓翻去前線工人，根本就冇人真正體諒過前線工人喺趕工同生計之間嘅夾縫。政府官員出嚟嘅回應係照板煮碗，對事件深表難過，向家屬深切慰問，即時停止相關工程，責成總承建商深入調查，如有不當會反映喺表現報告，有機會影響日後投標資格。網民話有機會影響係幾個字非常敏感，唔係一定影響，唔係必然追究，係有機會。公權會多年嚟咧喺香港工業意外嘅罰則太輕，根本冇阻嚇力。佢舉咗一個例子，就係2002年啊，2022年喺油麻地有個棚工墮樓死咗，個僱主最初係被罰9萬蚊，分90期還咯，即係每個月1000蚊，一條人命每個月1000。律政司後嚟咧提復核，加到16萬。個死者兄長都係講嗰句，唔係罰多1000蚊，都唔知有咩意思。就係咁嘅罰則環境之下咧，建築業嘅死亡事故唔係越嚟越少，係仍然每隔幾個星期就出一宗。今年6月初已經第10宗。有網民提議啊，網上應該整翻個安全建築業安全生產計時器啊，即係咧顯示幾耐出一次致命嘅工業意外，等啲高官啊冇得再裝聾扮啞，冇得再用官腔講一單都嫌多。係啊，一單都嫌多，但係依家已經10單，仍然係咁講，係咁走，係咁難過。依家講翻去咧，講係咪冇辦法解決趕工呢個問題咧？呢個係根本係一個矛盾。安保一進和咧，因為螺絲醜聞被停止投標，但係已經入手嘅合約唔會停。補救結構嘅問題喺工程最長時係要4至5個月，但係落成期唔變，仲要今年第3、第4季完成。咁喺停標補救工程趕落成3個壓力同時壓住嘅情況下，呢個地盤嘅工人係咪係一個點樣嘅工作環境呢？業內人士都直接指出個矛盾，你叫人哋安全做，時間就用多咗，進度就慢咗，判頭就問：喂，你點解咁慢？工人為咗趕工，就喺高空就容易偷雞，一失手就賠咗條命。呢個唔係某個個別壞人造成嘅問題，係整個地盤生態嘅問題。大判頭前線工人每一層都有壓力，每一層都有佢嘅苦衷，但係最底層最危險、最冇選擇都係要高空做嘢嗰班前線工人。呢個系統唔改噶啦，死亡事故就唔會停。最後有個網民啊，留下咗一句好辛酸但係好現實嘅話，就係話俾仍然喺地盤搏命嘅工友聽，自己睇路啊，為工作死好唔抵噶。工友收工啦，翻屋企安息啦。係啦，翻屋企安息啦。但係林先生翻唔到去，2個細女等佢翻，等唔到。佢走咗之後，剩翻一個全職照顧 SEN 嘅小朋友嘅媽媽，一個人面對所有嘢，漫長嘅黑夜先係啱啱開始。呢個唔應該係每一個出去做工嘅人都要面對嘅風險。呢個係制度需要改，唔係有機會改，係必須改。林先生呢，係舊年8月開始入職，翻工，翻到琴日就唔會再翻嚟啦。咁願佢安息。好啦，我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歡迎下邊留言討論。我係灰仔，下集再見，拜拜。